因为华南喷气东线今仔日北部、东半部、中部拢有雨水，天气民众出门爱扎雨伞。清明连假就要结束，高公局估计今仔日国道全日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.3倍，以上北的车流为主。国道过后早时就出现车阵，可能会一路塞到半暝。 国道罗东交流道一透早车阵就绕长，塞大约2公里；基南交流道入口也塞大约3公里。因为清明节连假要结束，真侪民众准备休假上班。高公局预估讲，初五礼拜四国道规日的交通量是128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日年平均的1.3倍。 其中上北的车流可能到65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日年平均的1.4倍。国道5号上北的车流甚至可能会塞到半暝。国道5号就如刚才所说，从现在开始已经有车流出现了。那我们建议从宜兰地区往北的民众现在就要赶快出发，因为接下来这个拥塞的车流可能会持续到深夜才会得到疏解。 今仔天气的部分受到华南喷气向东平线影响，北部甲东北部地区出现局部降雨，中部地区也有一寡降雨。未来2-3天拢是这款的天气，较大的天气变化会伫后礼拜初9，又过一波锋面通过，4到全台湾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公雨。9号。 周3的晚上开始到周4，降雨是比较明显的。中部以北地区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出现，雨势也可能会比较大一些。气象署提醒讲，未来1礼拜台湾天气不稳定，各地落雨的几率真悬，民众出外时爱记炸雨具。因高公局也表示，因应清明节连假，中昼12点到暗时9点。 从国道1号后背保盐系统甲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，提醒民众出门进前上好先查上新的路况，或者是改行代替道路。也建议民众加利用公共运输，并且注意交通管制资讯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